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永远亘古如新，是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主，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也在一生当中活出你话语美好的教导。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跟随这个标杆人生的一个阅读的进度，我们这个6月开始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部分，就是宣教人生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5月份有很多主日就是没有这个主题，所以没有办法在5月份来分享。那牧师要在这个6月初的时候，把5月份我们活出侍奉的人生这样的整个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分享刚刚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1章9到14节，这是一段保罗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就是提摩太，跟他分享他自己一生的经历，到一个晚年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体会或是去回顾神给他的一个服侍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经历那这段话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生命的故事了他说：上帝拯救我们，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跟这个提摩太讲，上帝拯救了我们，呼召了我们。一个重要的话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有什么多么好的经历，才是要侍奉他。这个是服侍最重要的态度，因为他说这是出于他的旨意跟恩典，有主的恩典，而不是我多厉害才服侍主。而且这个恩典是在万事以前就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恩赐赐给我们。换句话说，神不是随随便便临时起意说现在缺人你有没有办法一起来？而是老早就预备你在他的旨意里面，你在他的整个命定里面的一个位置。那当我们了解保罗这样的感受，他不是刚开始在讲而是他已经服侍主一生了才体会的。他说：现在由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临实现了，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更借着福音把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保罗能够服侍神，不是他有能力改变什么，而是主已经将福音，耶稣基督福音，把生命彰显出来，把这个永恒的救恩把它呈现了出来。那么这个是保罗服侍主的一个根基跟关键。那11节他说，因为这样子，为了这个福音，就是耶稣改变，耶稣呈现的生命，他为了这一个重大的服事，上帝指派我做传道者，做使徒，做教师。这是他跟提摩太分享他内心的经验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么做？12节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因此我才受这些苦难，但是我仍然满怀确信，因为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换句话说，他在服事的尾端的时候，他是讲说他是受到苦难的，他是一旦遇到很多的挫折跟挑战的，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失去信心，没有因为这样而气馁，没有因为这样来见怪或是抱怨神。他说：我因为这样的确信，所以我受苦，我能够承担得住了。因为他知道神并不舍弃他，神不是这样子好像用过了就丢，不是。他说神要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是永恒的应许，而且是主再来，他都能够经历神给他的能力跟恩典。所以最后一段是保罗他告白了之后呢，给提摩太讲的。既然我的经历是这样子，活的很清楚的，所以提摩太
你要坚守我所给你的健全的信息，作为你的规范。好，当时也没有新约圣经啊，所以保罗就直接把他要讲的话非常重要的讲给提摩太听。我讲了这些经历，提摩太你要坚守，你要持守，记得我跟你讲的健全的信息作为你的规范。我讲的话就是你要按照这样做就对了哈，而且还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连接所到的信心跟爱心。保罗给他讲了一个指导，叫你这么做，而且靠着神给你的能力，你要持守，因为耶稣连结这个力量才持续，才有信心跟爱心。然后还有什么呢？最后一节很好的结尾，他说：借着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持守那托付给你的美善。耶稣给你的信心跟能力、爱心，然后借着圣灵来把它拖住，然后借着圣灵把它保守住。那就是保罗给提摩太一个整段的他服侍主的心路历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月读了《标杆人生》这本书呢，我们是在第4阶段。我们在楼下那个大柱子里面5种服侍的人5种人生，我们已经到第4阶段了哈。我们1月到5月已经快要走到尾端了，到6月就结束了。我希望你这本书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装备，这个装备是一生够用的，不是读了就忘了，读了就好像不当成一回事。因为说你被塑造是为了服侍神，既然你是被塑造，你服侍神才有意义。所以这个是我们侍奉人生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我们第4个，这个柱子上有写奉献自己服侍别人哈。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标语。我期待你只要把这一段记成侍奉，那就能够很清楚的理解哈。侍奉人生。那上一次我们是说，我们是一个教育的人生，或是那个成长的人生，这样子一步一步把它过来。这是我们的生命全垒打的这个图了哈，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跑到第几垒了？我们要跑到第几垒？侍奉人生是第几垒？看一下会不会打棒球啊？3垒了，对不对？3垒会不会得分？还不行，你不要被刺杀哦哈！你要跑到本垒才得分。所以呢，我们尽量把它读完6月份的宣教人生，你就会得分了。因为得着灵魂才算得分啦。你服侍主哈一生劳碌都没有得到灵魂，那就不够了哈。那所以我们已经到第3垒了哦，我们要好好把握住哈。好，我们今天呢，牧师讲的短一点哈，看看有没有能力讲短，讲长没问题，要讲短一点，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精彩的见证哈。那我们要刚刚看保罗他给提摩太讲的这一段的话，我们也从他整个提摩太后书的话语知道说，保罗他这个个案，我们怎样看为主而活服侍的人生，怎么样来看待哈？那保罗在最后，我们刚刚读的是第1章哦，最后1章他讲了他自己人生的一个 ending 就是他是交账，他侍奉主一生，现在已经被关在监狱，准备随时要为主来这个殉道，所以他就这样，他说4章6节说：至于我牺牲自己的时候到了，现在就是我离开人世的时刻。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平平静静讲说他快要没有生命了，真的不简单，一定是他自己非常清楚他自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要不然就很慌张啊，对不对？说救我，还有没有什么办法逃生啊？也没办法。但是他说这个是我交账，就是你要结账了，你的做的生意你要结账完成了，因为没有机会再做了。那到底亏钱还是赚钱？就是这个时候，保罗说这个是我交账的时刻。第二个，他怎么样定义他的一生的服事呢？就是这段出名的话语哈，提摩太后书4章7节，就是侍奉者之歌了。他说：那值得竞赛的赛跑我已经跑过，该跑的全程我已经跑完，该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一个人特别是热心服侍主的弟兄或姐妹，他在做他的告别式的时候，很多牧师喜欢用这段经文。现在这段话是一个服侍者一生最大的荣耀。他说他值得竞赛的赛跑，我已经跑过。换句话说，保罗他没有讲说，我这个竞赛每一次都得第一名啊，是他认为我用心的参与这个竞赛，遇到挑战、遇到失败、遇到跌倒，我都勇敢再爬起来。我们常常会在那个影片上看到有些参加马拉松赛跑的，最后让人家最感动的不是第一个跑第一名的那个是应得的荣耀，是因为他受伤跌倒了还不放弃，继续跑，而且已经步履蹒跚了，已经几乎快精疲力尽了，已经跑到人家已经休息去那边冲澡了，他还在跑，因为他坚持要跑到最后，要跑到完成。然后一大堆人在那边拍手，说这个才是生命的勇士。我觉得保罗讲的应该是这一种，不是每次要得第一名才算是竞赛，而是你跑完了全程，而且你守住了你的信仰，这是侍奉者之歌。那保罗认为他得到奖赏是什么？他不是世界上的奖赏。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华冠等着我，就是那以公义施行审判的主基督再来的日子要赐给我的。有公义的华冠，我们知道像当时呢希腊他们在举行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或是我们知道从希腊那边传过来的马拉松，他们得到的冠冕不是现在的奖杯是用一个美丽的花草所编的一个环花环。我们现在台湾很珍贵的就是很多原住民的那个部落，他们也会做这种花冠，做得很漂亮。牧师在高雄的时候，常常参加那边的松联大学的聚会，有很多是从原住民的教会来的。哇，他们的每一个毕业生都挂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环那毕业完之后呢，他们要回家，送给你我们就平地的教会就把它带回家。那个花环就表示一种荣耀，一种奖赏。然后保罗说，这个是神要赐给我的，而且要赐给什么样？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换句话说，保罗说，这个不是我独得的啦，是全部的人，你只要仰望，你只要渴慕，你只要求神的旨意、公义临在的人，都要得到这样的冠冕。保罗他没有讲说我在世界上得到多少财富得到多少人生的这个名声地位权利，他不是，他是觉得这个才是他最需要的，因为这是永恒的权柄，这是永恒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这个 case 我们就知道说，保罗他所得到服侍主的机会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特别是观念。我期待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都认为要服侍主，没有人说不好，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服侍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意义是，你的侍奉是上帝选你，而不是你自告奋勇或是自己自作主张是神要选召你。所以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跳过来，是保罗他说，神在万古以前就已经选了我。所以这段经文呢，有给我们3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不是因为按照我们的行为，我平常呢是多么优秀，我在世界上的标准的能力是人家称羡的，我才有资格服侍神。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按照圣经的标准，没有一个有资格来服侍神。不管你才能多高，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记得，我们第一个态度是，不是我能做什么，神才要你做，而是按照神的旨意。第二个，按照神的旨意，他定义要你侍奉他，即使你是在一生最低谷的时候，或是在我们所谓的泥淖当中，或是你整个失败垮下来了，神只要用你，你还是重新再起。那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被神提了一把，或是被圣灵所触摸，他生命完全改变，就跟保罗他自己做的见证一样。我在高雄呢碰到一个
牧师哈，他以前曾经是我教会的年轻人，然后出社会之后，在各地好像很打拼就对了，很事业很丰盛，但是不小心到最后全部都垮下来了。到最后他被神触摸之后，他就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开始服侍主。他就自愿到我们私人的医院，但是呢，他不是基督教的医院，他就争取到一个教牧的服务室，就是专门自愿去探访那一些病人。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字了，他不再用原来的名字啊，他就取了一个名字我就不直接讲他的名，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一个呆子，我一个笨蛋等于说，比如说我姓夏，我就夏笨蛋这样子，用他这个名字来服侍神。他说以前我都自作聪明，觉得很厉害，我现在是一个笨蛋，我就要完全仰赖神，就要开始服侍义务，在服侍医院的一些病人。有的曾经是吸毒，有的甚至犯罪，甚至是江洋大盗，但是他被神触摸改变了，他的决心是比一般平常很稳当成长的人，他的决心更大。我们就是记得我们艳华姐妹曾经介绍一位日本的黑道大哥，对不对？来台湾见证。为什么他会那么决心为主做见证？因为他觉得生命被神改变，比任何的价值更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先有这个概念，不是你优秀、你能力高、你在社会地位多，你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占服侍的位置，不是啦。神的选材标准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你愿意被神所呼召，而且你愿意谦卑被神所用，而不是因为你在社会地位有多高。那这样的话，保罗他的第三个根基是神的恩典。上帝明白我们做不好，但是仍然选召你。除了保罗之外，你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耶稣选他的门徒。你知道耶稣选他的门徒，有的是罪人，有的是税吏，有的是渔夫，有的是奋锐党专门在社会在示威抗议那一些人，耶稣选召这一群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故意觉得犯了很多错误才要来服侍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知道概念上是神的呼召，是神的旨意，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然后你就了解说我们被造，从开始被造，你就是为了要侍奉他，你的生命才有意义。第二个，我们得救，刚刚保罗有讲他说我们被拯救、被得救是他神的特别的恩典，是为了让我们侍奉他。第三个，我们蒙召也是为了侍奉他。那保罗在整个使徒行传22章那边有提到这个见证，他被解送，就是他被抓了，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要做自己的等于是法庭前面的自白啦。他就讲一段非常感动人的故事，他没讲说他有什么丰功伟业，他不会自己说我有什么委屈，为什么被抓，他没有，他就讲他的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他为什么被上帝所呼召。所以这第一段6节到10节是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耶稣呼召了。他原先是要去大马士革，我们以前的和合本是叫大马士，本来是要去抓基督徒的，本来是要迫害他们的，本来是要得到那个当局的奖赏，说你抓了多少基督徒。但是没想到在大马士革路上，主耶稣用中午的强光照着他的眼睛，他就从马上跌下来，然后就在问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啊。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进去大马士革，在那里我要指派你做什么。你看一个算是基督教的敌人嘛，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竟然被耶稣呼召。所以记得你说平常骂基督教最厉害的人，有一天是耶稣要找你因为神喜欢用这种叛逆的人
一旦被臣服之后，他就甘心乐意，甚至牺牲生命。那同一段在下面就是在26章的16节到19节，也同样一段，保罗他做见证，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讲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神呼召了我，从当初大马色的改变到现在。”我即使被解送在法庭的面前，我仍然不改变，因为这是主给我的旨意，主呼召了我，感谢主。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保罗他被神所呼召，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第3点，侍奉是出于上帝的塑造跟差派。刚刚我们说神在呼召你，不是你选的。第二个，你被召做什么事情，做什么服事，比如说现在牧师在服侍上帝当牧者已经30几年，意思开始要规划退休了。那我要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上帝呼召我来做牧者的工作、牧师的工作？那你要去找到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哈。提摩太后书1章第9节的后半段，我们刚刚读的哈，他说他在万事以前就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恩典赐给了我们。你服侍主不是神突然间起心动念，或是神突然间神来一笔，或是上帝突然间不知道被什么事情感动了，不是，他是一步一步老早就预备好了。我们很难我们去理解说1年2年就已经很长了，他说是万古之先呢，万古之先怎么讲啊？万事以前呢，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你身上有这些恩赐，有时候是天生来的，天生的恩赐。有的人是你的心思跟创意被神所赋予了，有人是他有这样的才能，这些才能有可能是天生的，有可能是你后天的努力追求训练的。就跟我们现在很多学生要毕业了，对不对？他要进入那个大学了，或是进入高中。当然大学是最普遍，因为大学要选你的性向，你哪一方面是你的专长，所以你找到了，你就往这个方面来发展。那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啊。有人数理很好，有人文科很好，有人对那一些抽象的东西非常有概念，有人是比较属于那种感性的东西，他很强。那这些都是神给你的，还有你的个性、你的性格，也是神为你预备的，包括你人生的整个经验。换句话说，这些东西都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你要去发掘它，你要去确认它，你要去发展它。所以提摩太后书1章11节他说：“为了这个福音，上帝指派我做传道者、做使徒、做教师。”所以一旦你知道神差派你了，你就会觉得我在做有意义，我有方向，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一个路程。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怎么样发掘或是发展上帝所塑造的特色，而且你是顺服上帝的差派。各位弟兄姐妹，到这边你理解了，神不是随意的，而是在你身上显现旨意。问题的重点在这里，你有没有去体会神给你到底差派你做什么？最后一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基督徒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或是服侍主的一个整个经历里面，常常是因为苦难去感受到神的恩典，或是挫败、失败。所以第4点是在软弱苦难中得到侍奉的能力。那最典型的也是保罗他的故事哈。保罗呢，他在回应哥林多后书那段经文的时候，他讲说：“我在身上有刺。”这个刺到底在我的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到底我把它当成累赘呢，当成一种不完美呢，还是当成恩典？显然保罗他的信仰超越了我们人最怕遇到的，就是病痛或是苦难。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一定要在你的服侍过程当中，当你遇到苦难、挑战、失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软弱，
为何苦难跟软弱会在你身上？你若找到了意义，你的信仰才能提升，要不然你会一直活在一种抱怨，一直跟神在摔跤的阶段。因为神要在你身上持守、保守跟成全。这两段经文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6到10节。这段话呢，简单来说是保罗在讲他身上有一根刺了哈。我读这一段没有录出来的录下来的，就是说，他说为了不使我不至于因得到许多奇特的启示而趾高气扬，有一种病痛像刺纠缠在我身上，如同撒旦的使者刺痛我，使我不敢骄傲。为了这件事，我曾经3次祈求主把这刺移去。这是在第6节到8节之间哈。然后他怎么样定义这件事情呢？我跟神求3次要离开这个刺啊。有圣经学者研究说，可能保罗他有一种特殊的病，就癫痫的病，就脑中的一些神经刺激放电不完整，所以突然间会倒下来，这种病人是非常的心中很困扰，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如果在开车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有人是讲说保罗可能有这样的病症，他跟神求说能不能移开，但是保罗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病没有离开，这个刺没有离开，但是他这样回答，他说，他就表示神上帝回答说，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你最软弱的时候显得最刚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大的一种恩典！我们竟然在身上有软弱、不足或是失败、病痛，竟然神说，你在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我恩典给你最多的时候。你看这种信仰是多么大的成长啊！不要怕受苦，也不怕病痛，是你有没有体会到，你最软弱、最不足，你自己跟神投降的时候，你就是最刚强的时候。感谢主，保罗这样的见证，他还这样说他说，因此我特别喜欢夸耀我的软弱，好使我觉得基督的能力在保护着我。夸耀软弱是多么大的一种属灵的能力呀！通常我们是夸耀说我有多棒，对不对？我有多健康，我有多俊美，我有多大的地位名声？没有，他说我夸耀我的软弱，是因为在神面前，神的价值观是夸耀，而且在提摩太后书1章12节这样说，因此我才受这些苦难，但是我仍然满怀确信，因为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换句话说，虽然病痛、苦难、刺没有离开，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能够感受到这个能力，感受到完全的恩典。因为一旦你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你就不用信靠神了。就好像一个小孩，他本身还没有能力的时候，他就乖乖被你抱着，对不对？但等到他2、3岁会走会跑了，他就不理你了。你要牵着他的手，他故意要跑开，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能力。神常常喜欢用这种完全自己觉得软弱不足的人，因为他必得神的保守。那这是一个非常深层的信仰的体验。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侍奉者即使遇到苦难、病痛、软弱，但是神要持守你。1章13节说，你要坚守我所给你的健全的信息，作为你的规范，也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连结所得到的信心跟爱心。保罗这样子勉励提摩太了。我想圣经的话语同样在勉励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坚守上帝的话语，持守耶稣基督的信心跟爱心。14节说，要借着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持守那托付给你的美善。有圣灵同在，你就不再怕你有软弱，你有刺，你有身上的病痛，你有跌倒甚至受伤，这些都不是神要离开你的理由，是神更加的加倍的恩典。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复习，我们这个基督徒，你要活出侍奉的人生。第一个，确信你是被呼召的，而是不是你神来一笔，或是突然间灵机一动，或是突然间一个灵感说我要做什么，不是啦，是神呼召了你。
第二个，你要寻求上帝塑造你的恩赐的所在。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老早就预备好了，你有没有发掘出来？就像我们的鼓励年轻人说，你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恩赐啊，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你的特长啊？你在烘焙里面，你会很会烘焙面包，你说不定你不会机器，你要找到你的恩赐啊。在学校选科系也是这样子啊。再来，你愿不愿意顺服神的差派，上帝的差派？最后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恩典，就是你在苦难当中，你怎么样思考上帝服事的意义？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出侍奉人生最重要的核心的思考。